兄弟姊妹平安，咱要来锻炼咱今仔日的信息吼。第1首131首吼，来，这首大家拢足熟的吼，所以咱唱第1节唱一遍就会使啊。第2首大家较无熟，所以咱第1节、第2节拢来锻炼一摆。第2首141首，劳苦背重担，着就近我。阿门的意思啊，好，来最后一首，也是大家很熟的一首哈，我们一样练一次就好了。397。咱先甲咱边仔的兄姐问安，咱这礼拜经历足刺激的地动吼，也毋过咱会当同遮聚会，咱感谢主的上帝吼，咱的上帝会保守，
感谢伊吼，咱甲咱边的兄弟讲平安，真欢喜看到你。好，现在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。神已将天敞开，他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，他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，他是荣耀的君王。我们一起来赞美他，一起拍手。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欢呼耶稣基督，圣洁羔羊，荣耀归于你，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再次将天敞开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同在降下来，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降下来，万国赞叹你，你是荣耀君王，天上地下何以敬拜，
利路亚！是的，神已将天敞开，他已赐下圣灵在我们的当中。是的，主圣灵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渐渐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渐渐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渐渐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生命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圣灵的江河，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由永流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不停息。生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爱你。哈利路亚！主信心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在我的心中，主，我感谢你带领我的每天拢有主你的力量，感谢你的怜悯甲疼痛，感谢你的稳定甲慈爱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我心内充满感谢。我心来感谢，主耶稣怜悯的疼痛，你听我下面我所有受的我心来感谢。主耶稣怜悯的疼痛，伊听我下面我所有受的主兄弟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水土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引我到一心，要学落主无停，来好主最切因，
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我心来感谢，我心来感谢。兄弟姊妹，咱举手起咱的手，咱对主我感谢你，主我感谢你，你赦免我，你听我赦免我。我所有小弟，主上帝，主上帝，我奉献一切我所有，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引我到一生，要学落主无停。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无金钱，因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主上帝，我奉献。我生命甲灵魂，我的心甲嘴唇，我在灵里受死，你引我到一生，要学落主无停，来予主做牵引。主上帝，请听我小小的困求，我立志献家己。我虽然无金钱，因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因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器具，主接受我奉献。姊妹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今早起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主，阮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，特别为着这礼拜花莲的地动来祈求，求主来安慰，因为这届地动。遭受济艰难的人，因的心灵，拢会当有主你的平安，甲因三甲伫地。主，阮知伫这世间有苦难，毋过主，阮伫你的内面愿有平安。因为主，你已经打赢这个世间，感谢主，嘛因为这届的地动，互阮。会通搁较警醒，为主来传福音，愿主你的话命临到遮的百姓，愿全能的阿爸爸，你的国降临，愿五望甲喜乐传遍台湾的各所在。感谢主，听阮这卑微的人所献的祈祷，愿咱的感谢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哈，我们再把最大的掌声再献给我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
咱着用耶和华唱歌，用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，感谢伊，用诗歌，用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亲爱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是请咱来吟诗，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。请咱来吟新圣诗131首，新圣诗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伤悲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这时三角同心来祈祷，慈悲怜悯疼痛的主耶稣，伫这个圣的主日，阮谦卑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吟诗，来学了你。主感谢你极大无比的大疼痛，感谢你十字架救赎的恩情。感谢你的保护来压砍洁净阮的罪，感谢你真济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赞。主啊，你已经对世人中国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屏，因为以大权能来显明主，你就是上帝的独生圣子，嘛真做阮通信的凭据。主，阮相信阮所敬拜的，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也就是各真各活的主耶稣，嘛是至权、至圣、至尊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阮要来倚靠你，阮要来仰望你，阮要来专心来服侍你。主啊，阮知影。阮是一个软弱
卑微的器具。阮知影，阮是真软弱，因为比袂过即个天灾人祸。主啊，阮着将阮的劳苦重担、忧愁挂虑，拢来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也将即届台湾的大地震造成的灾难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求主你来拯救，来帮助遐受灾户，医治因诶创伤，安慰因的身心灵，也帮助因会当重建家园。主啊，恳求主你赐到你的慈悲、怜悯、甲疼痛，甲因三甲地地，互因紧紧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主，我嘛将罗州教会正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，不管未来的生活会拄着什么艰难困苦，阮拢专心来倚靠你，专心来信靠你。恳求主你，互阮伫主你内面会当满有平安，满有恩望。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三甲的启应，启应文第一，启应文第一，第四篇，圣诗后面，圣诗后面999页。启应文第一就是新明记第六，我来启，请兄弟姊妹来引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。互恁通照上帝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以色列人着注意听。第三，恁着全心全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，这个话着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呢行，搁着绑伫手呢做记号，着写伫厝的门墘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一颗谦卑的心，一颗谦卑的心。
妙求罗。只是请兄弟姊妹三个起立，咱要来读上帝10条诫。来，第1诫。第2诫，唔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。第3诫，唔通滥散称耶和华是上帝的名。第4诫，要记得安息日守伊祭圣。第5诫，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。第6诫，唔通害死人。第7诫，唔通行奸淫。第8诫，唔通偷窃。第9诫，唔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诫，唔通贪心。请坐。来，这是来讲授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书，新约马太福音书第11章，咱今仔日要对28节看到30节，大家看我来读。恁既然着磨担重担的，就来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顺，恁着陪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因为我的担是快，我的担是轻。以上。咱国成牧师要来讲道，今仔日国成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幸福来自放落重担，幸福来自放落重担。将时间来交予国成牧师。
因为即马大家平安。即几日是清明连假，足侪人转去中南部陪望上帝使用帮助，互咱每一个人出日拢通平安。咱每一个人出门拢会行路，你要往北，你要落南，还是要往东往西。所以讲，有人讲路是人行出来，嘛有人讲路比嘴呢。出外行无路，甲人问少问一下，就有路通行。所以咱坐车有路线，你要坐几号的公路，还是要坐几号的公车？你要坐捷运，还是要坐火车？还是你要家己骑车开车？各种的交通工具拢会当决定你要去所在的方式。所以咱坐每一种的交通工具，每一个路线，就决定你所要行的方向，要去的所在。愿主想帮助咱的人生是行什么种的路，是咱的人生有主甲咱同在。所以今日咱经节甲咱讲，咱劳苦背重担来就近主，咱会重担就得到脱离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生活内面，不管你有偌幸福，伫幸福的内面拢有重担。只不过这个重担是咱担会起，还是咱担袂起？生活一定有担通担。所以这担，有人讲我担头真重，不管是经济，还是工作，还是事业，还是人生的路，等等才会。所以咱生活一定有这个重担。读册有重担，工作有重担，结婚有重担，生囝嘛有重担。所以即摆的少年人，因无愿意结婚，佮更无愿意生囝，就是无爱背这个重担。重点佮转来到伫咱的少年人的心上，就是因愿意家己过了快乐就好，所以因无愿意背即个结婚的重担也好，也是生囝饲囝的重担。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。过去的人敢若袂死想遐济，一生生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，嘛是家己饲较大。但是即摆咱的囡仔讲要佮加生一个，伊讲哇，这生活实在担真重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一生伫幸福的内面，有主甲咱做伙背即个重担。世间人无人讲我无担通担，做总统敢无重担？做总统的担佫较重。一个地重就母甲一个头2个大，到这时还佫有人还袂找着，愿上帝帮助咱。咱的团契过去嘛捌去到迄个所在叫做沙卡东。我伫甲想讲这个新闻的画面甲咱去的现象已经是差真多，所以这个美好的情景是无佫有啊。就算讲咱以后咱佫到迄个所在嘛，已经。所有的面貌拢完全来改变。愿上帝伫咱的心中帮助咱。世间是有变迁甲变化，原来咱所住的这个岛屿是充满着侪咱料想袂到的意外。所以世上敢有人讲我无想要背这个担，无结婚就无重担吗？还是无买厝就无重担吗？独身嘛有重担，无囡仔嘛有重担，人生的孤单嘛有重担。有虚无的重担，嘛有罪恶的重担，嘛有邻者的重担，嘛有一个人大的重担，嘛有贷款的重担。那亲像咱愈讲，大家心情哪沉重，敢毋是？愿主帮助咱，无论咱的手头有房贷、车贷，也有学贷，愿主帮助咱。世界拢有背重担的人，做老爸老母有重担，做囝儿嘛有重担，做学生、做什么人，你的角色拢有重担。伫做囡仔的我是讲我当紧大汉，莫去读册，亲像人会当去食头路，莫去有读册的烦恼。但是呢，做工课了，哇，想要转去读册，因为读册的人是学生是毋免为着金钱，毋免为着生活来负责任，所以是谁会当写落咱心上的重担？圣经甲咱讲，既若着我担重担来就近我就互恁安息。劳苦重担的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。这是主跟我们讲的话。所以耶稣背起咱一世人的重担，耶稣会当背起咱所袂当担的担。咱到教会来嘛是为着要写落咱的重担，伫十字架的下面，
将咱的重担来交互耶稣。顶礼拜过偌济，咱知影讲耶稣背十字架，背咱所有的罪来钉伫十字架顶，所以咱的罪甲耶稣共款拢钉伫十字架，甲耶稣埋葬。若是耶稣过我，所以咱的罪拢留伫坟墓。愿主使阮踮伫咱的中间，互咱的罪得到脱离。所以耶稣伫11章29节有甲咱讲着：我的心来温柔谦顺，恁来背我的担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性会当来得到安息。所以咱只有温柔谦顺来到主的面前，学习主。所以主会陪咱来，互咱陪咱的重担，互咱来得到安息。所以咱爱对主来学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，亲像一个背担的生活，拢甲社会做田人，要安怎来犁田？伫还未工业的进前，咱所有要犁田，爱靠牛来犁。即个人讲若厝里若无牛呢，只有人做牛来拖。愿主使伫咱的中间，咱是要用牛，农业社会用牛来耕田来做事。当时犹太人咧做事嘛无例外，所以通常拢用2只牛来背一个担。所以即个牛担呢，每一个所在无共款。即个牛担应该是咱台湾的形式，但是伊用2只牛来背一个牛担。其中一只牛是有受过训练、有经验的牛，一只是无有经做过的新的牛。通常用有经验的牛来带即只无经验的，所以迄只新的牛原本是真自由、真习惯，伊欢喜行家己的路，但是边仔有一只有经验的牛来带伊来耕作，所以迄只新的牛就学即只有经验的牛。所以耶稣甲咱讲，咱着爱学即个有经验的人。是学耶稣有经验，伫世间经过所有的一切，所以咱着对耶稣基督来学，所以咱的心情就法度得到安息。所以迄只有经验的牛乖乖伫遐耕作，迄只新的牛嘛对伊乖乖来耕作。所以这个新的牛就是安尼来学，所以慢慢就会习惯。咱的主就是一只有经验的牛来帮助咱，所以耶稣，咱的主。毋若甲咱做伙行，伊阁伫咱的心内帮助咱，所以咱的生活的内面爱有主，所以主的谦卑就伫咱的心上。咱知影1997年，即个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真侪国家，包括泰国、南韩甲印尼是受灾上严重的国家，所以规个经济泡沫化，所有的投资一面拢变做卫生纸，遮个股票拢变做卫生纸，拢变做壁纸。所以其实国家已经接近破产边缘的状态，真侪外国的资金撤离国内，通货膨胀，真侪经济的企业受到经济影响，足侪企业面临破产，银行关门，股市崩盘，房地产嘛一直落价吼。即个汇率贬值，失业率一直上升吼，一直高升，人民的生活受到真严重的影响。伫迄个时阵，真侪人会当讲活袂落去。其实咱台湾的影响是较少，都是迄个时阵真侪国家的经济毋是真好，造成经济的衰退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政治嘛无稳定。面对安尼情形，咱要安怎来面对？但是咱已经行过，但是咱袂当预测讲后一波就袂有经济的金融的危机，还是泡沫经济化。我听过一个见证，真早以前有一个基督徒的头家，因为生意失败，伫破产的边缘，生活无助，真无奈，伊只有去山顶来找主，伊只有进入基督山底下。啼哭流目屎，求叫主的名，讲我的公司要倒我有负债，毋知要安怎。伊只有求上帝来怜悯伊，帮助伊。伊来到山顶的基督山底下敬谢祈祷，求叫主的名，伊就开始伫遐来读圣经，讲主啊怜悯我，因为我是一个无遵守安息日、无遵守主日的基督徒，因为我礼拜日生理无用，
常常无来教会，只是我破产，毋知要安怎。伊就开始摕圣经起来读，伊读到约翰福音21章，伊读到迄个耶稣真得意的门徒彼得，以及其他总共阁有6个学生，总共7个。因为耶稣死了后，因倒去到加利利，重新伫遐讨戏。因重新倒去过因原来的职业，就是做讨戏的生活。伫遐想袂到，阁我耶稣来到因的身边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徛伫岸边，但是门徒毋知影迄就是耶稣。耶稣对因讲：恁敢有食的无？恁有身躯顶有通食的无？因讲无呢，就甲拍因网。耶稣就甲伊讲：恁甲网拍伫正边，就要得到鱼。所以因就甲鱼网拍落，鱼网竟然掠着153尾鱼，而且网用要破去。愿主帮助咱，即个网原本若是破去，鱼仔就掠无半只。总是即个网无破，而且掠着153尾大尾鱼。因就甲即个鱼拖上岸边，才发现讲，原来即个人就是耶稣。彼得甲门徒真无奈，真无助，但是拄着国外耶稣了后，因本底是无有网，煞变做无有破网。因的这鱼网原本是破灭，但是呢，这个渔网呢是没有破的。这鱼仔的网，这鱼网是无破，所以这鱼网底有153尾大尾鱼，伊就呼叫主啊！我要甲这个无奈，这个无助拢交互你啊！求上帝你来帮助我。所以这个生理人，这个头家讲，至少我无3届无认主，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头家就起来，伊就落去山骹，甲伊的小清清的，重新转来到耶稣的生活。当啊到伫过着做礼拜的生活，开始追求真理，毋通阁做一个是表面外在的基督徒，慢慢毋通做是一个敢若是有基督徒的名称，但是无有基督徒实际的生活，所以就开始认真追求。伊重新开始伊的事业，开始发明伊的产品。伊第一个产品的型号就是153号。因为要纪念这个希望无破，这个渔网没有破灭，这个希望没有破灭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153尾大尾鱼，就是将重担来交予耶稣，互伊生命重新开始。门徒拄着国外的耶稣了后，开始过着往梦的生活，开始有国外的新生命，有国外的人生。这150尾大尾鱼，就是国外的礼物。所以，这个礼物要有新生命来承接，就是未破的希望，不会破的渔网。咱若读到这个记载，愿上帝帮助咱，因为这个记载是耶稣国外时门徒所拄着，伫约翰福音21章40到51节所记载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真正是无破的希望，不会破的希望。有一条歌叫你的爱不离不弃，讲有一个患难不是没有耶稣不能担当的，没有一个痛苦是耶稣不能背负的。要举目望山，求主帮助咱，因为咱的帮助是对主来，伊望丰盛的主来，赐予凡求叫以命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11章30甲咱讲，因为主的担是快，担哪有可能是快？这担是放伫牛仔的顶面，所以这担爱做了好，等下亲像咱排背包，即摆背包愈做愈好，有人体工学，有这人体工学，咱就讲非常的清醒吼。所以咱的这担是快，华语叫做容易，这容易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讲适合的意思。所以巴勒斯坦的牛担是用柴来做。所以农夫会把因的牛牵去牧场遐来量好伊的寸尺，然后照牛仔的寸尺来做担的形。所以这个牛若带来要套这个样的时，爱经过详细的调整、详细的测量，然后牧场就将这个担给做好。所以每一只牛的担拢无啥相款，所以这个担就是适合的意思，适合这只牛仔的意思。所以，互伊完全适合。无对到讲咧
咧做事的时阵吼，会感觉讲真艰苦，所以胆是定做，一定爱适合牛仔的寸尺。咱每一个人嘛是上帝所甲咱量定，所以这个胆是快，胆是轻的，胆是轻的。耶稣的生父约瑟是一个木匠，传说讲耶稣是专家理理，上界上界好，这个牛胆的人，因为耶稣有对约瑟合适着做木的功夫，所以全个人拢会将牛来牵到伊的店，互伊来做这个牛胆。迄时的店口就写一题讲本店所制作的牛胆完全适合你的牛来使用，所以这个胆适合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胆拢无相款。耶稣讲，我的胆就是适合恁来使用，真正意思就是讲，我赐予恁的性命，并毋是烦恼的重担，是咱的工作、咱的生活拄啊好适合着你。上帝所赐予咱的，就是适合咱的需要，真正咱所担会起的能力。所以上帝予咱每一个人，拢是有经过测量，适合着咱所担的担。所以耶稣讲，我的担是轻的，我的担子是轻型的。有一个例比讲，我所担的的担会当变做我的歌。其实毋是讲即个担是真正简单容易，是讲伫上帝伫咱听的内面，即个担放伫咱的肩胛头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伫即个听的中间，咱欢喜背即个重担，所以听着变做互咱的担变做轻。所以当咱纪念上帝的听，咱就知影讲，即个担伫咱的心上变做一个听的担。所以即个担就变做一条歌。美国经历着即个太空时代的努力，就是因伫1970年代。因有发射这太空船去到太空去做探测月球的计划。伫1960年到1970年迄个年代，苏联因嘛是有咧做因的太空的计划。苏联的太空人去到月球，讲我也无看到啥物拢无，因为因是共产主义的国家，心内无上帝，因嘛无信上帝。这阿波罗8号去到月球探勘的时，这个伫月球踅几啊年，然后3个人就因拢带着圣经去到太空底下念创世纪第1章，互全世界的人听。后来美国就为着即届月球的探勘来发行纪念的邮票，顶面的图案有地球甲月球，然后中间有印着创世纪第1章，就是讲起头有上帝。In the beginning God， 就是讲伫起头，上帝就开始创造，有即个星，有即个月亮，有即个太阳，有地球。所以当初时共产主义的国家，因到月球了后，因讲我无看见上帝。总是伫美国因在探勘月球的时阵，伫阿波罗15号的顶面有一个太空人叫做欧文，伊讲我看到上帝美丽的创造，伊讲甲地球创造了有够水。伊讲，我的帮助对哪落来？我的帮助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。因为太空人伫月球、伫外太空，毋是像咱安尼，是完全没有重力的，是人浮伫咧空中，时常搁有空气，还有上手。所以3个太空人，因到月球，因就用欢喜的心，用诗篇来学了上帝，学了主。当这3个太空人要倒来地球的中间，发生一个大的问题。就是因要落来到地球的时阵，这愈靠近地球，速度就哪来哪紧，总是一个降落伞，一个낙卡伞破空去，伫地面上咧监察美国太空总署这个 NASA 非常的紧张，地面的人伫遐看到这个荧幕，毋知影要安怎，就因想着讲3个太空人自求多福了，因为这个其中有一个。降落伞破去，所以速度愈来愈紧，愈来愈紧，愈来愈紧，到安怎坠落地球？安尼，这3个太空人就可能会无性命。当这个画面传到地面的时，美国的太空总署非常的紧张，地面这科学人员，对
对这传转来画面看到乌云拄啊好咧祈祷，伊讲主啊，帮助阮这软弱孤戇的人，阮将这一切拢交予上帝。忽然间有一阵风，将这个太空船甲伊吹，愈吹，然后安全降落。虽然那较少有破一个空，总是靠着这阵风，因完全完美来降落地面上。阮上帝帮助咱，这就是一个太空人伊的见证。到伫阿波罗13号，因为这个上诉这个氧气爆炸，造成真严重的损害。美国的国会议员毋知影要安怎，因只有讲发起大家做伙为着这件事来祈祷。总统嘛下令全国做伙为着这件事来祈祷。最后全国拢为着这件事来祈祷。最后阿波罗13号平安返来到伫地球。这就是当初是美国咧探测月球、探测太空的计划内面有侪的见证，因为太空人信主，因的心完全仰望上帝，因的生命有见证。后来这个太空人乌云，当伊事业上界巅峰的时，上界高峰的时，伊就失去这个太空人的工作，失去美国太空总署的工作，伊去神学院读册，然后来做一位牧师，后来嘛做一位报道家，借着伊到月球、到伫太空的这种的经历，伊伫世界各国去传福音做见证。伊捌伫非洲迄个所在做见证，伊嘛捌伫香港报道讲，当我火箭登陆的时，我沿着迄个腿行落来到月球，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感动。伊讲上帝是真实存在，上帝甲我同在。行伫个月球的顶面，月球没有看到玉兔也没有看到嫦娥，所以因看到讲上帝美好的创造，所以伫上帝无有难成的事。那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，就会照着上帝所带予咱、所赏赐予咱的快乐，来帮助咱的工作、事业、咱的学业。像是美国靠着这上帝所赐的快乐，因来发展科学，即马。美国犹原是派驻全世界宣教师、传道师上介侪的人的国家，所以因着为着福音一直咧征战，这个国家上帝就赏赐因智慧来发展科学。即马来讲，美国因的科学、因的科技、因的经济犹原嘛是世界第一，所以咱毋通来否定上帝的智慧甲上帝的快乐，咱毋通去。看轻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智慧甲快乐，所以上帝所赏赐予咱智慧，就会当有帮助有智慧的政治家，赏赐有智慧来互即个科学家，就有智慧的科学家。愿上帝帮助咱，对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来帮助咱的家庭。有一个囡仔，伊背着一个伊的小弟，总是伊的小弟。伊的小弟可能有一寡的情形，看起来讲可能无啥正常所以伊就对迄个阿兄讲：你背即个担真重你背即个担足重的这个囡仔伊回答讲：这毋是重担这是我的小弟。伊讲：你的担真重呢？毋是，这担无重，这是我的小弟。所以就是伫个听的中间。互伊会当背起即个重担，所以即个担是永远是轻的。有一句名言讲：基督徒上大的错误就是咱独挑重担，不是独挑大梁，而是独挑重担，就是咱家己背即个重担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咱透过即个太空人伊美好的见证，伊到世界各国去传福音，去报道。伊讲：我行落月球的时，哇，这是实在是心中真大的感动，因为上帝甲我同在，甲我伫地，我行落到月球，上帝伫我的中间。当伊事业上界高峰的时，伊去做牧师，伊毋是搁伫遐来伫世间伊就去做上帝的工。所以讲，这个担是快，这个担是轻，所以咱的担是适合，是耶稣适合替咱
所让适合咱来使用的。所以咱毋通家己来独挑这个重担，咱毋通家己来担这个重担。所以耶稣将来都无希望咱单独去面对恢复咱生活的重担。所以讲这个不是重担，这个是我的小弟；这不是重担，这个是我们的生活。这不是重担，这就是咱每一人所担的起。所以耶稣将来无希望咱单独去面对这个重担，因为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有耶稣做伙甲咱背这个担，包括生活的担、经济的担、课业的担，所有的担拢是耶稣做伙甲咱来担。所以一副担是两只牛来扭，所以耶稣已经甲你讲，已经甲咱讲，伊要甲咱做伙来背这个重担。所以伊愿意成做两只牛仔的其中一个，就是伊有经验，咱对伊来学。好啦，咱对伊来学，亲像即只有经验的牛一样，伊愿意分担世间人的忧苦、忧愁。才会劳苦，所以基督徒若是要过得胜安息的生活，这幸福秘诀就是伫接受耶稣，将咱家己的重担来交予耶稣。这担是背会起的，这担就会变做是轻的，就袂遐尼重。所以这担就变做轻，咱的工作就会较紧。所以担是容易的，这担就变就轻。担若轻，生活就会变较轻快。愿咱拢学习将咱的生命随时邀请耶稣来参与咱的生命内面，做伙甲咱陪生活的担，变做这个担是一个生活真快乐互咱生活这个重担，拢耶稣参与伫咱的中间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咱，咱有可能会拄到侪咱无法度预测。包括灾难，包括天灾地变，包括经济，包括侪，咱毋通想讲即马股市万几点要上2万点，但是有可能一个时间差，股市就搁落来到几千点。所以咱嘛毋通讲咱的生命要靠家己来担即个重担。你若要靠家己，就像着即个耶稣的学生，要靠着家己，要过着生活，汤面拢掠无着鱼。耶稣甲因指点，拍伫正边，所以153尾的鱼送互即7个门徒，即7个门徒较知影讲是主来指点因的生活，互因的绝望变做有希望，互因的希望是未破的希望。愿主帮助咱。我想这首歌嘛，真做咱的帮助。无有一个忧患是耶稣袂当担当的，无一个痛苦是耶稣袂当背负的。所以当耶稣若替咱背负，这个担就变做轻，咱的工作就会较轻较快。咱三角来祈祷，主啊帮助阮，伫阮的生活内面，阮来邀请主耶稣来踮伫阮的生命内面，甲阮做伙背负阮生活所有的担。阮的担变做是轻是快，主啊帮助阮，因为这个担嘛是主你所让予阮的，互阮担会起。我要感谢主你帮助阮，因为阮是真做耶稣你的学生，互阮毋通做只有是表面的基督徒，互阮做完全信靠倚靠的基督徒。邀请主伫阮的生命内面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感谢主，讲做咱的愿望。咱即是来吟回应诗，回应诗是新圣诗141首，劳苦背当担，着就君我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就
心来做奉献，请一书来执行。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来这时来读今仔日的要句。今仔日要句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1章第30节，真好用、真简单、简洁扼要的一句金句吼，上好咱甲背起来吼，咱做阵来。因为我的胆是快，我的胆是轻，搁一摆。因为我的胆是快，我的胆是轻。马太福音书第11章第30节。真欢喜，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伫咱当中吼，是一个兄弟苏文峰弟兄。苏文峰弟兄在哪儿啊？真欢迎，欢迎文峰兄，伊住伫八里。所留的资料跟住址甲电话，住伫八里中山路，这长老嘛是住伫八里。欢迎文峰兄来罗吉教会聚会，欢迎真欢迎。好，请关怀组再甲关心一下安尼。来，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。小等下才来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哈。第二，韩国三一长老教会来函邀请要参与的第9届的台韩短宣哈。感谢主已经额满哈。咱教会有5位来完成报名。来第3，本会饮下姊妹伫4月12号。早时吼，
伫平安行来举行这个安葬礼拜，所以伊安葬伫平安行，哈。第四，母亲节特别搞哈，请各团契呢来准备节目，伫5月12号要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，那要报名的团契，请伫4月28号来进行来报名哈。第5，新眼光读经，今年度第2季的读本《生命的锚定》已经放伫招台岛，放伫楼骹的招台岛请兄弟姐妹来自由所处，各人伫家中的厝内面会当照这个进度来灵修。第6，圣歌队要招募队员招募队员。那既然对音乐服饰有兴趣的，真欢迎弟兄姐妹会当参加。因为咱教会有真好的资源，有专业的牧师怡娟牧师也甲咱教导，真欢迎来加入圣歌队服侍。那有意愿的，请来我报名，也是怡娟牧师来报名。第7。教会嘛是要招募那个音控的同工，音控需要同工，需要较侪卡手来服侍，那有兴趣赶快来老卡干事来报名，就后会选日子来做音控的训练，请咱大家爱踊跃来为主做工，将咱的恩赐，将咱的时间来奉献咱的主，请来照你的恩赐来服侍咱的主。再来团契消息4月14号第2堂的礼拜结束了后，第1楼来举行例会，主题是方月姐妹，主题是神的话的力量。集体相通咱继续来为着教会集体。或者是讲，这届的大地动，或者是战争，拢有记载伫即个肢体相通的所在，请咱会当伫灵修的时阵，也是讲伫用的时阵想到，咱就常常爱举起咱的手来为遮的事项来代祷，祷告很重要。多祷告就多力量，没有祷告就没力量。所以咱来用祈祷来拖住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那教改消息，请家己过目，那有要参加初阶长职训练会，请伫楼骹来登记咱即是来吟尾变诗，尾变诗是397首。对，庆生还没好，对不起，庆生来4月份的寿星，4月份寿星，不管你有没有登记在这上面，4月份寿星都请一起出列，来为你们庆生一下。这边兄洪英姐、寿碧、淑芬、翠芳、云丽。雅慧、怡娟牧师李老咖、领谢李家乐。祝你生日快乐啦！石婷，有的在楼下，有的在楼下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有吗？还有，来，赶快来，还有吗？4月份的寿星，请不用客气，请到台前来。4月份来拍张照做纪念。恭喜4月份的寿星。咱做伙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祈祷，
愿上帝赏帮赞伫4月份受生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伫4月已经春天临到，互因的性命亲像即个春天遮尔美好，有百花来开有美好的风景，求上帝伫因的性命来帮助因，互因的性命有主你来引带带领，互主你的稳定赏赐伫因的家庭，互因会真做上帝你欢喜的百姓，真做上帝你欢喜的子民。愿上帝你帮助今仔日领受这份稳定礼物的兄弟姊妹，伫因的性命中间，求上帝你帮助，求上帝你听因，求上帝你嘛赐福伫因的家庭，互因真做家庭的福气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因为今下这拜五安放的礼拜吼，是伫平安园吼10点吼，这周报有漏交去是透早10点吼伫平安园。如果若要参加的吼，咱8点半伫教会一合，然后伫教会群组小回复一下，教会才安排车辆吼以上。好，咱这是要来吟每遍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吟诗煞赶快邀请国成牧师来为咱祝祷。受上帝所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被上帝疼痛、圣神甲咱正大家三角地对，只是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